今年的上尾一个连续假期就要结束啊！国光局讲，今仔日上塌的是伫咧国道5号上北宜兰到平南这段，有可能会塌到暗时10点。也若天气的方面，因为东北季风增强，中部以北温度会降低，这方面雨会落到拜三，一直爱到拜四才会较好天。土石流流到路的新北市双溪区连日大雨，山区冲来土石，甚至路的护栏冲歹去，路面也严重受损变形，阻断北38线道行车路线。工程人员的车等雨较累就出动，工作也协调当地警方来进行交通管制。现场道路全被覆盖，已无法通行，目前无人员伤亡。呼吁民众配合管制，切勿强行进入封闭路段。大台北市区日时雨有停落来，不过云较高，又无看日头。礼拜起随东北季风阁增强，东部以北低温到21度，这方面也继续落雨。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，这方面贵人北海岸、上北山区甲宜兰也是要注意大雨、崩山甲路石。这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拜三，其中周二跟周三这2天，在宜兰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，雨势还是比较多一些。而且在周二的时候，包括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，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。拜4到拜5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桃园以北到大台北西边有机会看到日头。不过拜6开始，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，相关有水汽，气温逐天下降，低温来到20度，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10几度。收假日国道5号10道口车塌不离长，上北车流早起就塌啦，有计可能塌到半暝。那我们预估呢，大概从现在到晚上的9点、10点左右，国5地区会持续的来做一个拥塞的状况。高公局估计收假日交通量大约是平常时1.2倍，提醒用路人，因为局部路段天气无好，路虎塞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